那台东这边海端乡的二流村甲武鹿村对外车路未通，无信号已经4天啊。今仔早起总算有电话信号会当报平安。那台电是预告明仔暗就会当恢复送电。丰泰大水雨过后的南海公路东段，木路到蛤蟆，真济路段路基流失，一片路苍苍。居民讲比16年前的莫拉克洪灾搁较惨，无电也无通讯，搁正做关山孤岛。伊拉空勤直升机带来大批物资，30多岁村民伫长期的南海公路顶悬徛几排，用尽了团送物资。中华电信设好临时的通讯站，支持总算互山顶的民众，因甲山脚的亲友报平安。还会有断的状，这个长辈说是蛮惨的，可能遭到水灾还要严重。下大雨的那几天有听到怪声音吗？山崩啊！我们学校对面多玛一直在崩，但是它是在对向。公路局关山公务段2期继续抢修，下晡提早打好人行便道。台电也按算自白暗时11点进前，离岛甲武鹿村应有电。采用临时线传感器的方式那布设到对面的电墙。打设的进度非常的一个正常，所以我们可以提前到下午的3点可以完成人行通道的一个打设。关山公务段表示，南海公路东段可能要到30才会用设车行便道，不过即马已经完成西段往高雄方向的道路抢修，沿河山区农产品运送落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